昨暝高雄有一个查甫人赛车经过大顺路的时煞细心，驶入去轻铁的铁路区，掉伫个草埔啊。虽然这个查甫人无食酒，不过赛车入去铁路区是已经违法的，依照大众责运法罚7500块。轻铁路线竟然出现一台白色轿车卡伫铁基路顶悬，互经过的民众看讲去。13暗时9点外，单身驾驶开车撞入去高雄轻铁铁基路内底，原因是开车誤行。经远景实施9测，9测值为0。诚信驾驶人有本队依违反大众捷运法自单告发，并移请市府交通局裁罚，最高可处新台币7500元。警方会以大众责运法开罚，事发地点伫大顺2路甲2专街交叉路口附近。10时透早，阁会使看到铁基路内底的草埔，因为汽车撞入被风破坏的状况。附近居民无奈表示，唔拿汽车嘛，常常有人乌白走入去。人有时候不知道他也是站在那上面啊，我觉得他应该要有配套措施啊。多数拢袂啦，一半个啊，有诶唔知咧按困呢。工程人员到场查看草埔风破坏的范围，准备备料修理。高捷公司表示，会看损失状况，要求赔偿。高捷公司会针对现场设施损坏、复原以及人力动员等部分进行求偿。根据统计，轻铁今年测成员到即马总共发生过14件交通事故，其中10件就伫咧大顺路段，多数拢是驾驶违规。高捷嘛提醒民众遵守交通规则，以免发生事故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